你覺得自己嘅電競鍵盤真係好悶嘅，你想提升打機體驗之餘咧，外觀又要夠靚啊 Rappu ASCO AI3 就係為你而設嘅選擇。ASCO 最新推出咗 A83 鍵盤，係 ASCO 出品，而 ASCO 咧就係 Rappu 旗下嘅子品牌。雖然係電競鍵盤，但係外觀極之高級，用佢哋合金做外殼同 plate， 底部咧就用咗超堅固嘅 ABS 膠，75% 嘅 form factor 設計，更細更輕，但係打機需要計掣都齊晒。入邊有 gasket mount 加埋 Pro 鍵同埋消音 pad， 打字聲好實淨又溫暖。用咗 SA keycap layout， 每次睇落去都啱啱好包住你隻手指尖。無線連接用嘅 Rappu V 加 wireless 技術，無線嘅時候 polling rate 咧高達4000，用線就有8000嘅。配備咗超特別嘅感應式 switch， 精確度咧高達0.013毫米，仲有 rapid trigger 功能，可以喺 app 入邊好輕鬆嘅調整 Mac 同 Windows， 只需要一個 AS Hub app 你就可以控制晒你擁有嘅所有 Rappu 裝置。